Hello，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嚟到漢興中醫常用中藥系列教學。今日我哋會同大家講講一種非常常用，但又好似唔係每個人都太了解嘅中藥材料桔梗。呢個名字聽起嚟可能比較陌生，但其實佢喺我哋中醫裏面嘅應用好重要，尤其係喺咳嗽、喉嚨痛、排膿方面。你有冇試過喺感冒時喉嚨唔舒服，或者咳嗽都係經常困擾你？其實中醫就有好多唔同嘅草藥可以幫到大家。今日我哋就嚟深入了解一下桔梗，佢嘅性味、用途，仲有點配伍可以加強效果。喺香港天氣變化大，尤其喺呢幾年，大家都容易出現咳嗽、喉嚨痛等嘅問題。要針對治療呢類症候，就要學識我哋今日焦點桔梗。根據《神農本草經》嘅記載，佢係一種性苦、辛平性嘅草本植物乾燥根。佢嘅主要作用係宣肺、祛痰、利咽同埋排膿、入肺經。用喺咳嗽、痰多、落痰唔爽、胸悶唔通嘅時候都好有幫助。其實佢嘅性味偏向苦而辛，呢個苦喺中醫入面經常都代表清熱解毒嘅作用，而辛則係促進氣血流通、疏通肺氣。唔少朋友都問，點解我哋要用桔梗呢？喺現代醫學角度睇呢，其實喺中醫理論嚟講，肺係司呼吸、主氣血流通。當肺氣受到邪氣侵襲，特別係咳嗽、痰多、喉嚨唔舒服，桔梗就能夠幫手宣通肺氣，將滯留喺肺部嘅濁氣跟痰排出。咁就好似你在醫院裏面用吸氧或排痰一樣，中醫用佢嚟幫助肺部嘅正常運作。講到實用操作，喺日常醫治中，桔梗唔會孤軍抵抗，通常會配合其他草藥。例如，如果你係由風寒或者風熱引起嘅咳嗽，咁就會有唔同嘅搭配。屬風寒者多配紫蘇葉、苦杏仁、荊芥，好似溫病調便提及嘅杏蘇散。而屬風熱者就會用桑葉、菊花、苦杏仁、醉桑菊飲。如果你面對寒冷造成嘅咳嗽，痰稀又量多，咁就可以加埋半夏、乾薑、款冬花等溫肺化痰嘅藥材。一旦肺熱造就咗黃稠痰，咁就要用瓜蓏、折貝母等清化熱痰嘅配方。又或者喺咽喉痛同啞音方面，桔梗亦都大有用武之地。佢可以宣肺泄邪，改善咽喉腫痛同開音。例如喺外邪侵襲引起嘅咽喉失音，常會配合甘草一起用，形成桔梗湯；而喺熱毒較盛嘅情況，則會加入射幹馬勃板藍根，以清熱解毒。我都有朋友問，桔梗仲可以幫助排膿？其實係可以嘅。喺肺渴嘅情況，佢可以散上行，利肺氣，排除壅錯嘅濃痰。配合甘草或者魚腥草、冬瓜仁、老根，效果會更明顯。另外，唔好以為佢只係治肺喎，佢仲可以開宣肺氣，促進腸胃通暢，用嚟治喺腎或膀胱引起嘅排尿問題。好多時身體咁唔舒服，除咗當時偏向肺部，亦都可以從肺氣調整開始。呢啲都顯示咗桔梗喺中醫方劑裏面嘅多面性。咁喺使用方面，成人每日用量約3到10克。如果係煎湯，可以用新鮮或乾燥嘅桔梗片煎煮。炮製方面有幾個方法，炒桔梗，即係喺鍋入邊用火炒至微黃色，就可以緩和佢嘅性味，增加宣肺、驅痰同利咽嘅功能。仲有蜜桔梗，用煉蜜熬成嘅味道甜，效果潤肺利氣。喺臨床應用上，常見嘅配伍包括桔梗配苦杏仁、甘草、紫殼、荊芥甚至桂枝等。你用得好嘅話，效果真係非常徹底，宣肺通氣，同時解毒利咽，甚至可以疏通胸膚，改善氣滯血瘀。最後講一講注意事項，桔梗性偏聲散，唔適合有氣機上逆嘅人，例如有嘔吐、咳血或陰虛火旺嘅患者。另外，用量過多甚至會引起噁心、嘔吐，所以使用時要量度好分量。其實喺辨證用藥方面，好重要嘅就係要找到最適合自己身體狀況嘅方案。喺依家呢個資訊爆炸、生活節奏非常快嘅年代，中醫作為一個傳統同埋科學融合嘅療法，正越嚟越受到人哋重視。大家可以多了解多啲傳統草藥嘅知識，真係會幫到手喺遇到唔舒服嘅時候。希望我今次嘅分享可以幫到你更了解桔梗嘅用處同埋配伍啦。如果你中意呢個節目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俾你哋身邊嘅朋友啦。希望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中醫同草藥嘅故事，大家都可以健康快樂。多謝收聽，下次見。